助山雨，帮助这个受苦受难的花莲乡亲我甲大家报告我的爸爸是做工的，做工的，伊伫咧华联的时阵伊是安怎那卡是讲风台来，地震就会坍方道路会坏掉，河水会一半停阮爸爸就是中班就来出动，去清那个土方，去修道路，然后到灾区里去救灾。他的工作就是工人，所有的工人。我还是立刻跑到云林，跑到台中，跑到